后来乡亲啊，24节气今仔日来到小寒，透早上低温，热分林的轮背12度6。早起日头出来了后，台北市的高温有回到23度，也毋过才一下仔尔，就个反乌阴来落雨面啊。啊，过到了后，全台湾照变天。明仔载受到凉冷的空气的影响，北部的高温会落降8度。台北明仔载规工拢是安尼凉凉冷冷。啊，那中南部爱斟酌的是日夜温差大。另外，要特别提醒大家，后礼拜一会来一波冷空气，这个强度无排除会达到寒流的顶级，北部会落降到10度以下，恐惊的是今年入冬以来的上低温。要带孙仔出去散步爱赶紧，要练身体嘛爱赶紧，过到了后都会落雨。气象局表示，过到了后，全台湾拢会变天，大家要写会记得压雨伞。透早上低温伫森林轮背12度6，新竹峨眉12度8。不过估计日时台北高温会达到23度，回暖敢若回一个啊。毕竟即马开始节气进入小寒，要写真寒，拜四开始有锋面通过，全台各会开始降温。北部宜兰地区的温度，它明显的跟周3的时候有一些比较明显的下降，白天的温度也不高，低温的部分大概在15、16度附近。锋面通过，南方水汽接力，北东会有局部的雨，中南部地区会有些零星的降雨发生。台湾西边会有锋面接近，南方云系水汽嘛一路上北。自雷达回报道会使看到北台湾和南台湾拢有落雨信号，定量落雨预报道，予大家先注意风沙。雨区集中伫北部和南部恒春半岛、南北拢会真湿冷。后礼拜一方面威力才会减弱，不过后礼拜2到拜4阁会有一波冷空气。虽然各国模式推估后礼拜2暗时到后礼拜3透早会上寒，不过会寒到什么程度？气象局讲即马也讲袂准，到底敢会是强烈冷气团，爱阁观察。